而是彻底的超越。然而，这种境界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对于初学者和中等修行者来说，先要善用我传授的三法，待心渐趋稳定，再逐步体会这不败之道的妙用。龙树恭敬地说：“弟子明白了。请问大师，日常生活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”迦那提婆补充道：“日常生活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几点：一是远离淫欲之源，不去声色场所，不看淫秽之物；二是慎独慎微，独处时尤应警惕，勿使邪念乘虚而入；三是勤修善法，以正念充满心事，不给邪念留下空间；四是抑制善知识，常亲近有德之人，以正气摄邪气。此外，淫念往往在以下情况下容易升起：疲劳时、闲散时、饱食时、睡眠前后、得意或失意时。知道这些规律，就能提前防范，不给淫念可乘之机。”迦那提婆将一卷古老的经文交给龙树：“你天资聪颖，悟性极高，应当进一步研究佛法的空性理论，以智慧力破除一切执着。这是中观论的范文原稿，你可以带走研习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思想体系。龙树，你将来会成为一代大师，弘扬中观正法，解众生之惑。但记住，无论学问多高，道行多深，都不可忘记今日所学的对治淫念之法，因为这是一切修行的基础。”从此，龙树在大雪山下潜心修行，研习中观论，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中观学说。他将迦那提婆传授的三法与不败之道融入自己的修行体系中，不仅自身彻底解脱了淫念的束缚，还将这些方法记录在自己的著作中，传授给后人。许多年后，龙树成为了印度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论师之一，被后人尊称为龙树菩萨。据说有弟子问他：“师父，您认为修行路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”龙树菩萨微笑着回答：“眼淫、心淫、意淫这三者是修行路上最难克服的障碍。然而，若能以般若智慧照见其空性，便能转障碍为助力，转烦恼为菩提。记住，不是压抑淫念，而是透彻了知其本质；不是与淫念对抗，而是超越淫念的存在。这才是真正的不败之道。”老僧讲完这个故事，庭院中一片寂静，众弟子都陷入了深思。良久，一位年轻僧人开口问道：“师祖，龙树菩萨所说的三淫之障，对我们现代人而言，是否还有现实意义？”保护力一刻不能少，贵个